伫咧嘉义环路有一间餐厅，28年假的时阵，因为无设立，甲这发票的金额饲唔对，开一张900万的发票出去。店家想大了后，才发现，赶紧伫咧网络顶头找人客，经过2个多月时间，即马总算找到啊。店家咧无闲款了，准备开店。这间伫嘉义县环路乡的乌肉店，28假期的时阵无设立，开一张900万的发票出去。经过2个多月，人客发现了后，连夜通知店家，佮用挂号寄倒转来。人伊嘛甲伊讲，人伊甲伊通知讲，阮就开了毋对，无阮甲讲有啊。嘿。啊，伊是讲怎啊随甲你寄倒来？对啊，人隔天讲就寄倒来阮啊。哦，安尼啊。针对店家发票金额开唔对问题，国税局表示，如果发票摕袂倒来，店家只要主动向国税局申请报备，伫登记申报营业税的时阵写正确金额就会使，迄张发票要兑奖嘛袂受到影响。消费者仍然是可以兑奖的，如果他兑奖的有中奖的话，他没有影响到他那个发票囤发票的那个中奖奖金的领取的权益。因为无张填申到金额，才开出900万的发票。虽然后来无造成损失，不过店家也是表示，对方是好人，且感谢伊，佮专工甲发票寄倒转来。国税局嘛强调，店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，国税局拢会当来提供协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